每日食個蘋果，身體會有咩變化呢？可能你並唔知道，蘋果嘅神奇之處唔單止喺佢嘅口感上，呢個細細粒嘅蘋果背後隱藏住好大嘅健康秘密。佢嘅好處會令你大跌眼鏡㗎，食咗佢，身體嘅變化比你想象中嘅仲要大。如果每日堅持食，唔單止健康加分，仲有可能會將某些健康嘅問題都會逐一解決㗎。食蘋果，腸道會變得更健康。腸道健康就係身體健康嘅源頭。蘋果唔單止有高纖維，仲有促進腸道喐動嘅果膠。果膠能促進益生菌，幫腸道更好地將食物消化同吸收，咁就唔會有消化不良同便秘啦。蘋果嘅抗氧化成分保護心臟嘅作用係好明顯㗎。蘋果中嘅纖維同抗氧化成分能減少血液中嘅壞膽固醇。蘋果嘅維生素 C 亦能促進膠原蛋白，改善皮膚嘅彈性。蘋果可以提高免疫力，減少感冒同小病嘅幾率。今日開始要日日食蘋果啦！